AI 生成內容與網站 SEO 風險與機遇。AI 生成內容嘅崛起，隨住人工智慧 AI 技術嘅普及，越嚟越多網頁設計公司與行銷團隊開始利用 AI 工具生成文章、圖片與產品描述。AI 生成內容 AI generated contents 不僅能夠大幅提升產出效率，亦能夠快速建立網站內容架構。對於追求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嘅企業嚟講，係一項充滿潛力嘅技術。AI 能夠分析關鍵字趨勢，自動生成段落，甚至針對網站開發內容提供優化建議。呢對電子商務平台、媒體網站與教育機構而言，能夠快速建立具 SEO 競爭力嘅內容結構，再配合人工審核與內容策略，企業可在短時間內提升搜尋曝光度與內容覆蓋率。然而 ，AI 生成內容並非冇風險。若完全依賴 AI 自動生成，容易出現內容重複、語義不自然或缺乏專業見解等問題。搜尋引擎如 Google 已明確指出，低品質或未經審核嘅 AI 內容可能被視為 spam， 進而影響排名。因此 ，AI 生成內容應作為輔助工具，而非取代人類創作嘅唯一手段。最理想嘅策略係結合 AI 與人類專業。AI 可協助完成初步資料整理與關鍵字分析，而專業嘅網頁設計公司與內容撰寫者則負責調整語氣、補充深度與確保準確性。呢種協作方式能夠讓內容兼具速度與品質，同時符合搜尋引擎演算法嘅要求。對於上市公司、銀行及金融或者專業服務等行業嚟講，品牌信任與內容真實性至關重要。企業可利用 AI 技術生成基礎內容，並由專業團隊進行審核與調整，以確保資訊準確且具備品牌語氣，從而維持高品質嘅用戶體驗。AI 生成內容為網站 SEO 帶嚟全新契機，但同時亦都伴隨風險。唯有喺網站設計、應用程式開發與內容策略中妥善運用 AI， 並結合人工智慧與人類創意，先能夠喺搜尋引擎中脫穎而出，實現真正可持續嘅數碼成長。